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nnie 啊。咁我哋遠洋繁花里嘅花城組團嘅用品間已經開咗啦，係我哋20座嘅3樓，目前係開咗78平4房1廁，89平4房2廁，以及我哋106平嘅南北對流5房2廁嘅。咁我哋今日咧就上去參觀下用品間，以及睇下呢個組團嘅實際使用率可以去到幾多。Let's go！咁我哋而家咧就到咗0405單位89.8平方嘅4房2個廁所。咁我哋而家去睇下佢嘅交付標準以及我哋嘅實際使用率。咁我哋去睇下先。咁一入門口咧係呢個家政間，都可以做一個客房，但一般唔會咯。跟住睇下走廊。跟住我哋嘅客廳，廚房，跟住到我哋嘅露台。跟住我哋嘅走廊位，走廊，呢個係洗手間，呢個客房。大客房，主人房嘅呢個走廊位，主人房嘅洗手間。跟住呢個主人房。啱先我哋咧就度咗89.8平方嘅4房2廁嘅尺寸啦。咁呢一個咧係總面積78.8平方嘅使用面積。咁呢個嘅使用率咧就去到呢一個。
咁而家嘅花城組團呢個價錢暫時未出嘅，如果你對於花城有興趣嘅話呢，就可以 PM Annie 進行了解啦。咁除咗花城之外嘅中山其他區域，包括珠海啊，成個大灣區嘅新房，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呢，就可以 call Annie 進行了解嘅。Annie 都有做，咁包括繁花里嘅二手房嘅性價比咧都非常之高，咁如果你有需要嘅話，都可以去 Annie 鋪頭進行了解嘅。咁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